向我们走来的是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提名奖获得者，他们分别是李云香、李金花、杨帅、雨果、潘子健。恭喜各位！走过来的都是充满着青春气息、炙手可热的一位青年艺术家，恭喜他们！他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和深入的角色理解，成功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角色形象。他们的才华和努力为戏剧艺术注入了新的力量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期待和惊喜。都是我们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新人主角奖，好多年前你也拿过是？相识。对，24届的时候。对。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？当时呢，其实有点懵懂，但是今天看到他们，我仿佛跟他们一样激动。就一不小心走着走着就成了前辈了。是的。好，欢迎我们谢谢各位艺术家，请到我们的白玉兰打卡区合影留念。欢迎打卡。现在我们看到，向我们走来的是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配角奖提名奖获得者，他们分别是刘艳丽、杨梅、邱海东、张悦、周燕。郝平、顾凯、黄娟娟、程佩杰、蔡灿德。恭喜这些资深演员荣获配角奖的提名，他们在戏剧舞台上展现的卓越演技和深厚情感，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欢迎你们！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大演员啊！是，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值得尊重和赞扬，他们的成功也是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和发扬。再次祝贺他们，并期待在未来。